热情奔放、发热热嘅片容，全各片提起乐队地图组队嘅加动向，落大部分综合强弱，主要係從檳榔、烏耳到各種青菜。我認為對海鮮，假使面內用切5日，面積有200公頃，分作鹹水用切、淡水用切嘅5類，主要係石斑。蝦講是係白蝦、半截蝦、粗蝦最多。因為天氣稍暖，每年平均溫度有凍過，所以佢哋海鮮檔圈嘅加凍向，而且係咧用青葉前出名。喺咧今年因為有前好嘅技術，韓國有當多嘅海水做對半，一下唔單將普通嘅5葉嘅前好，拍蝦咪係咧為凍好嘅產業。而且對市場有前台4Q嘅拍蝦，最長做得3到30公分，每年都做得用人工來學，原產地係中南美洲太平洋。特色係空瓶力強，生長凍結，係因為馬介都市約2-3張嘢就做得有1斤30到50枚。嗰家泥板潤係加凍2下最多人愛學嘅蝦講，不過因為用淡水、海水結合來學，等於控制鹹度非常重要。一水啊嗬，愛鹹度係2度啦，一度叫多2度啦，我哋問2。用土夾啊、杜真啊，來量用嘅鹹水啊，而鹹土啊。人都講流奶皮，人喺講如果喺講天氣，如果搞過來個爛泥頭係冇料哈，而不是路跟用講，它那個是本來就是它本身飼料有沒有，還有它的排泄物產生的這個骯髒的叫奶皮啊，所以要跟它用起來比較水質方面就比較好。就因為注意每一項細節，加凍嘅拍蝦讓做得對凍好嘅環境下生長到最好品質。不過學蝦講，除了要有適合嘅水料飼料，還要有前多嘅智慧。係講來到比通嘅順頭，前多人包含一隻家未問哦，你水用為按溫按澳洲呢？唔講嚴啲，其實你水係按溫，讓做得半日拍蝦生到凍好，學到凍好。唔過水係按溫呢，未有幾個技術嘅地圖。用嘅蝦呀，嗬，我哋用水去判斷，而地度嘅蟹成功率、成功率啦，嗬，有一度，我哋要看水率啲嘅，因為水質愈黃啊，嗬，蟹也用嘅成功率愈高。風藻越旺的話，就它蝦子的那個它的吸收氧氣，它吐出來氧氣會被那個風藻去本用個風藻去吸收，因為講相輔相成，而且個而愛嘅下是比，因為風藻放起來，下是嚟吸風藻，而抵抗力又較好。利用天然嘅水藻配合拍蝦生活習慣，嚟先生用有機用切方式。本水都嚟設計調節功能，不過就算有很多嘅智慧，相信係講拄到天候原因，尤其係今年暖化過後嘅連沙太水，唔免也完全冇奈何。像落雨天啊，像梅雨季，見落雨啊，有時佢講有雨酸，會帶來一些事咧嘛，除咗用嘅水地都係走咧殺死，殺死嘢啊，而水質不見變。係呀，要出現感冒樣嘢，天氣冇好呀，人都會容易感冒，外來的病菌很容易侵入。假如下最強咧，因為冇技術，你的技術，人技術冇都會克服，唔好下都會死嘅。既然技術還冇辦法克服算子，該為了避免風險，同時用切其他很難好學、很難個經濟價值嘅蝦講。咪變做部分加凍5面思考嘅方向，從呢隻開學凍屋發動的凍強嘅質量下，2年就開始本人大量來學。我放管子就是要讓它好抓啦，好抓。它對水質的適應力很強，那它的得病率也很低。那養殖的方法也很容易，然後它的飼料、餌料也非常容易。它就是說，它什麼都吃，它是屬於雜食性。你給它活餌，它也吃；給它飼料，它也吃。那長成的速度又算快，所以它比起一般的蝦種，比如說草蝦或白蝦，我們都會覺得說它是一個很適合養殖的一種經濟蝦種，這樣子。完全淡水嘅質量下，因為生命力強，就得講非常好學。
不过专門培育下邊嘅5小姊妹講，係講啲適量下嘅習慣，有技巧去用切，成果會很好。一只龍蝦會抱着一顆桃走。所以我們一般來餵饵的時候呢，我們就是直接把饵料呢直接丟在這個它固定餵食的地方，讓它習慣說，我以後吃飯就是一定要來這個地方才有飯吃。那第一點就是你可以控制說你的水池的蝦，你可以檢查它健不健康。第二個以後你要出貨要抓，它也會固定來這裡的話，你要好抓好運作。因為要懂強嘅養殖技術，家當嘅拍蝦撈外來兩蝦，一下都有前好品質，未對市場佔有一定嘅名聲。不過漁民並冇按樣就滿足，除了簡單嘅蝦，還得話海嘅客家鄉親，也經驗未利用體力條件，研發很多嘅養殖技術。做得講係攞海水鹽強下嘅嚟家村。20年內，兩位嘅村民就係利用呢重重嘅水管，從海條度等於勞動強力嘅海水抽到鼻筒肚去，讓做得學出很多清湛嘅水產。就因為天然環境連接海水，做得講根本就唔會睇嘅海水，變做家當養殖業最好嘅條件。前當簡單是做得對海條度讓為生嘅魚，一下透過培育讓海水優勢，咪變做家當新水產，從係兩條。鵝普通本喊做鵝嘅魚，一般就得上到20公分，大體分布在台灣西南片、南中國海兩條海域，特色係肉質非常柔，條白熱切係釣魚藝人最好。家當因為有體力環境挺少。一下已經有前好嘅養殖技術，出得大量外銷本漁民賺錢，同時未本台灣好食嘅消費者多咧去買嘅機會。不過兩種外形有啲像麥三白，市場價值非常高嘅鵝，實有一項前難解決嘅困難。這就係家當鄉親，就算有辦法將佢從海條度變做養殖，不過冇法度生來運送。普通一般嘅魚呀。可以講啊，龍嘅時日咧做起來，一米可以托，一米可以托，太米托起來，4米嘅龍嘅就變成呢樣。啊，有啲鵝啊唔咩，有啲鵝啊撐起來一袋一種作，啊冇作啊變落去都時咧，先嚟變，用種作嘅度多，作嘅度空起來，都愛買，愛拿起來賣，停緊先啊！所以講，用日嘅龍啊，時日咧。多差唔多嫩，差唔多8分一啲長啊，4米，都是啲龍啊，睇一啲龍啊，成一啲年紀9月4米來多眼咧，睇闊嚟用。差唔多做唔得呢塊水嘅鵝，了幾多就係賣幾多，冇辦法控制出口量。不過也因為按難學，很難顯示幾個貴，唔係冇道理，很強壯算係高價5種嘅，很有價值。前當然好食嘅石斑係長影客最衝頭看到嘅魚，雖然佢係生命力比鵝高出前多，不過學起來是唔該食，因為前江污染嘅機，唔單將飼料、水質要注意，因為密度關係，養殖石斑嘅魚湯品質要比其他嘅水產大前多。一下最受歡迎嘅石斑品種係兩淡石斑，分布到沿土壤到太平洋附近。包含台灣東海岸都做得看到，亞生記錄是發現有270公分，係一種高經濟、高價值嘅魚。照統計，全世界石斑養殖產量，台灣就佔了一半。豐富嘅水產，本人對家當當佩服。不過講到家當鄉養殖安防，就總得冇講到善良體態嘅嚟家村，因為橋名按照下步跳，村民差唔多都想嚟嘅客家莊，就得講就係家當養殖業屬人，條白未出產無建築、蓮霧及其他農作物嘅社莊條，為轉型變做5村，其實都係環境嘅關係。
俺哋来家村啊，吼，特别是做农的啦，吼，种毛的啦，吼，啊种饭头啦，种香蕉啦，安尼啦，吼，啊今日风采多嘅香蕉啊，个顺势个太啊，啊今日变啊种样养殖啊，吼，你等于伊咧新兴的事业都做个啦，好像安尼这边蔬菜利用人嘅减海水哦，去对海洋和海水咧打浆，吼，啊打浆储水储得都。哦，引导迄个概念，当安尼，哦，差不多2公里的所在吼，因迄体内的田油啊，你去改错，做咧腐的，哦，啊加咧水茶，哦，啊用海水赶来是养殖，哦养殖大家种的熟的啊，甚至都更好，啊也经济效益就更大安尼，哦也大家因都变那个对养殖都更注重的啦。利用适合嘅条件发展养殖。赖家村打造7个嘅经济价值，不过面对养殖成本当年提高，不论饲料、填料，甚至上市出现嘅空足率减弱事件，合格养殖嘅渔民日切都该签一只避免受害嘅方式，所以结合放题养殖向前嘅下步头养殖渔业生产起，近年前正式成立。一只围菜赖家村嘅养殖生产起面积有292公顷。养殖鱼桶数高达758口，主要水源使用係淡水地下水、嗰加北內背海水。主要嘅魚產有白蝦、石斑、草蝦掠到，唔但將產值大，種類也非常多。喺現場兩隻組織過後，唔但將魚兒有生產力，漁民咪加力熱情播種。渔民他所本身养的面积都不够大，所以鱼架都是任由鱼贩来渔村这边收购，最后变成渔贩他们讲了就算了。所以我们希望成立一个区域比较大，因为我们这里有192公顷，我们的算说我们的那个生产量如果比较高，我们就比较有力量去跟渔贩去讲那个价格。产销履历的好处呢，就是我们可以追踪。从我们放鱼苗到我们整个鱼上市，养殖是良心事业，因为既然人要吃了，我们就是投喂饲料，还有用了哪些药，我们就详细记载。那我们现在虽然开始做的时候会比较辛苦，但以后如果有类似媒体报道的时候，我们就不会受到波及。康乐家东乡行业赖家村。看下過去差唔多都係一撮連鵝接動嘅魚桶，都隨車結起漸濃化，香港來自海洋灌溉同時，向前透過團結力量，希望半兩隻把海水嘅社種頭發展很有價值。雖然兩下嘅性質很唔係前大眼，不過基督嘅理想已經天天實現當中。